今日早上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咗《一國兩制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實踐白皮書》，意義重大，正合其時。我對此表示十分歡迎同埋全力支持。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同埋履行白皮書嘅內容同埋要求。作為特區首長同埋當家人，我會領導同統籌特區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機關，貫徹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責任。白皮書指出，中央政府從醖釀提出一國兩制科學構想，到全面實施一國兩制方針，始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白皮書嘅發布，更係對出賣國家同埋香港特區嘅叛徒作出最嚴正嘅警告。背叛國家同埋香港特區嘅黎智英，昨日被法庭重判入獄20年，刑期對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嘅歹毒圖謀發出咗嚴厲警告。黎智英罪行滔天，惡貫滿盈，被重判入獄20年，彰顯法治，伸張正義。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就《基本法》第23條完成本地立法，制定咗維護國家安全條例。香港國安法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渾然一體，築起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屏障。特區會堅定不移維護國家安全，保障香港市民嘅合法權益，全力防範、制止同埋懲治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同埋活動，履行天經地義嘅維護國家安全責任。